去年发生伫台南的受刑人杀警察的案件，对面德外一家逃走出来受刑人林信吴，伊偷骑奥多摆，说互这警察队赶，落尾伊是举刀杀死杜明成、周瑞杰这两名警察。去年9月呢，这检方希望法官给判死刑，台南地方法院审理1年外，今仔日一审宣判林信吴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去年8月犯下惊动全国的杀警案凶嫌林信吴，若是夺枪，也阁使用残暴手段攻击民权派出所警员杜明成、周瑞杰，两个警员就安尼殉职。去年9月落网了后，予检方求处死刑。经过台南地院审理1年外，台南地院23一审宣判，判林信吴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本件被告并没有任何受到重大刺激就犯下本案杀警、强盗、枪弹的这个犯行。 被告犯罪的动机、目的，就是在避免远警把他逮捕回监执行。本院认为已经无从合理期待被告可以透过矫治教化来降低再犯风险的可能性，而必须剥夺其生命，使之永之，于是隔离的必要。 林信吴原本伫明德外狱监服刑，到家了后，伫台南中西区偷牵一台机车逃亡。警员杜明成、周瑞杰因为受理报案追击，互埋伏的林信吴攻击，两警员分别着17刀、38刀身亡。台南地院认为，林信吴已经无法度透过高地教化来降低再犯风险的可能性，判死刑。顺治警员的家属讲，这毋是迟来正义，是司法应该还予家属的一个公道。 谢谢大家还记得敏成跟瑞姐。今天的审判结果与后续的执行过程不会受到外力有所偏移。正确的事情或许困难，但总是需要开始。请让我们相信这个社会是有变好的可能性。我觉得不是理所当然，是一定会这个判决的，因为这个是对基层员警的一个公道。我们两家的被害家属没有跟恶险的妥协的机会。 也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接受他的道歉。全国关注的案件，欢迎23一审判决出来，都是外界不望的死刑，也毋过专案由会当上诉。那家属强调，绝对会继续追踪，要予恶徒接受上严厉制裁。记者综合报道。